你以為仔女日日返學之前話肚痛頭痛係扮嘢，想逃學？其實佢嘅身體正在幫佢發出最後嘅求救信號。如果你嘅小朋友成日，特別係星期一，就會話自己頭痛、肚痛、面色蒼白，好似好辛苦，返唔到學。但係你一話咁好啦，我哋請假啦，佢又好似即刻冇晒事喎。其實呢一個喺心理學上面，我哋叫拒學症。小朋友唔係扮病啊，而係佢個大腦中樞神經咧，去話俾你知，佢其實有啲唔妥啊。生理嘅警號話俾你知，佢係需要你嘅幫手。其中有兩個可能性啦。第一咧就係佢喺學校裏邊社交唔好，覺得俾人排擠，每一日返學都好惶恐，所以就會有嗰啲身體唔舒服啦。第二咧就係佢好焦慮返學嘅表現同埋成績，由於太過巨大嘅壓力，令到佢嘅身體出現咗身心症嘅情況。如果你繼續鬧佢，唔明白佢，其實只會令到呢啲身體嘅唔舒服咧不斷增加。我哋必須要對症下藥，除咗去睇醫生睇下佢係咪真係腸胃有問題之外，亦都要嘗試去記錄低佢嗰個模式係點嘅呢？會唔會係放完長假之後啦，星期一啦，或者係一啲特別嘅日子，譬如考試前後派成績表嘅時候，會特別嚴重呢？如果你想知多啲，你可以留言焦慮，等我俾一份清單你啊！記住 save 低佢，亦都 share 俾你嘅朋友喎。